咁好啦，我先自我介紹。我叫李勝熙。我就今日要介紹嘅呢係香港保護兒童協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Children。呢間機構佢就喺1926年成立啦，係香港最具歷史嘅非牟利機構之一。其實就喺香港已經扎根咗接近一個世紀嘅啦。咁呢呢間機構呢間 NGO 就擁有兒童為本同埋守護兒童為文化啦，致力令每個細路都有全面同關懷嘅照顧，促進佢哋早期發展同埋成就快樂童年。根據官網上面嘅資料呢，香港保護兒童協會係有27個單位嘅，其中呢都包括10幾個學校同埋家庭服務中心啦。佢哋就以專業嘅服務，每日服務超過3000個兒童。佢哋嘅使命呢，係為兒童同埋家庭提供全面照顧同支援。佢哋嘅願景就希望令每個人都擁有快樂嘅童年。喺價值觀上面呢，佢就有6個價值觀啦。第一個係關愛兒童，佢哋會將兒童放喺首位，確保每個接受佢哋服務嘅細路都可以得到愛同關懷啦。第二個係守護兒童啦。佢哋就會以最高標準，即係喺設施同埋活動上面呢，就會去以最高標準去設計佢哋守護兒童嘅服務。同時都確保佢哋嘅職員係了解佢哋守護兒童嘅角色同埋責任。喺專業精神上面呢，佢哋都以實證為本，向有需要嘅兒童同家庭提供適切嘅佢哋嘅文化背景嘅專業服務。其實佢哋都會向一啲少數族裔家庭提供服務啦。佢哋都會係根據嗰啲家庭嗰啲少數族裔家庭嘅文化背景去改變去適應佢哋嘅服務。都會去促進佢哋嘅員工嘅持續進修同發展。喺團隊精神上面呢，佢哋都會促進佢哋各個部門之間嘅有效溝通同協作，同埋都會令佢哋同家庭之間呢都會有更好嘅互相溝通啦。都希望佢哋可以為呢啲兒童創造一個愉快健康嘅環境啦。都俾佢哋探索佢呢啲，即係俾呢啲細路探索佢哋自己嘅發展潛能。香港保護兒童有6個服務項目，就包括幼兒照顧、幼兒教育、家庭服務、社工服務、康復服務、親職教育。呢啲服務大多數都係為咗16歲以下嘅嬰兒到兒童提供嘅。都會有一啲另外嘅服務提供俾社工業界啦，同埋呢啲兒童嘅照顧者或者家庭嘅。譬如喺幼兒照顧上面，佢哋就有一間機構叫做童樂居，係全香港唯一一間為3歲以下嘅嬰幼兒提供24小時住宿照顧服務嘅院舍。其實呢間嘢就係為咗擁有嚴重家庭問題嘅嬰兒準備嘅。就可能有一啲家庭有濫虐、虐待兒童或者有精神問題嘅家庭準備啦。佢哋呢就會將呢啲兒童喺呢間童樂居入邊就接受照顧嘅，即係專業嘅照顧。就唔會可能出現一啲疏忽照顧或者係呢啲家庭有照顧嬰幼兒嘅技能不足，就導致一啲問題出現。都以專業嘅服務俾呢啲嬰兒免受一啲可能有家庭產生嘅問題啦。佢哋都有一啲全日制育嬰服務嘅。就培養嬰幼兒喺體能、認知、語言、社交、自理同埋情緒等嘅全面發展。其實呢，有研究顯示呢，香港嬰兒嘅死亡數字並唔低嘅。喺一份研究入面呢，講到2016到2018嘅嬰幼兒死亡個案上面，嘅兒童死亡個案上面，有259宗曾經向死因裁判法庭報告嘅兒童死亡報告入邊，
年齡不足1歲嘅兒童死亡個案數字最高係有103宗嘅。咁3到5歲嘅兒童其實都有24宗。咁呢啲就可能係家庭上面嘅一啲暴力或者疏忽照顧而導致。咁但係就香港保護兒童協會、香港保護兒童會嘅努力之下呢，呢個數字近年都有改善到。咁喺幼兒教育上面呢，香港兒童會都作出咗唔少嘅貢獻。咁全香港有16間屬於佢哋嘅幼兒學校啦，例如中銀幼兒學校或者係深井幼兒學校等等嘅。咁呢啲學校其實都會提供一啲短暫嘅暫託照顧服務，咁就協助一啲呢可能需要處理突發事情或者其他事宜嘅家長，咁佢哋可能就因為呢啲事宜唔得閒照顧呢啲細路，咁就有咗呢個暫託服務之後呢，就可以避免佢哋將呢啲子女獨留喺屋企，咁就出現一啲危險啦。咁呢項服務呢，都受到社會福利署嘅資助同埋監管嘅。喺兒童服務上面呢，保護兒童會就有2間服務中心啦，分別喺九龍城同埋深旺區。佢哋除咗會向一啲有需要嘅家庭提供服務之外，咁都有唔少設施提供俾兒童同埋家長，例如一啲益智玩具或者兒童電腦上網設施等等嘅。咁佢哋都會提供一啲幼兒學習班或者輔導服務俾呢啲家長、俾呢啲家庭或者兒童嘅。咁喺社工服務上面啦，其實呢上面講到嘅服務應該都有涵蓋到。咁呢啲就係社工喺保護兒童協會嘅唔同設施入邊，向有需要嘅家庭提供適切同埋專業嘅服務，即係可能會幫助兒童適應新生生活啦，或者係幫助一啲可能嘅單親家庭處理佢哋嘅精神壓力，咁可能都會主持一啲家長互助小組等等嘅。咁仲有康復服務啦，咁就向一啲可能被懷疑或者評估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兒童提供專業或者嘅評估同訓練，咁都可能為接觸呢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兒童嘅家長同埋教師提供一啲培訓，令佢哋知道點樣同埋呢啲有特殊需要嘅兒童相處。咁呢啲提供專業服務嘅專業包括但不限於註冊社工啦、言語治療師或者係職業治療師等等嘅。咁最後仲有職親服務啦，例如一個叫 Pass 職親起步走嘅計劃呢，咁就係兒童保護會嘅嬰兒院提供個案諮詢服務同埋小組服務。呢啲小組都會教導家長正向管教嘅技巧，咁都鞏固親子之間嘅關係同埋建立兒童嘅安全感。咁其實佢哋都有喺守護兒童上面做咗唔少事啦，即係例如佢哋有個守護兒童學院，其實都係踐行緊佢哋守護兒童同埋專業精神嘅價值觀。呢個學院就希望為同行同埋業界提供系統化同埋全面嘅專業發展同埋支援，咁俾佢哋呢啲社工掌握一啲最新嘅知識同埋技巧。咁都希望呢啲學院可以終身學習持續發展，咁就可能呢啲學院嘅課程就會教導相關保護兒童嘅法規同埋佢哋嘅標準要求啦，同埋或者點樣應對幼兒或者佢哋嘅家庭嘅一啲可能問題、虐待問題或者濫藥問題，提供一啲及時嘅介入同埋支援。咁佢哋都有提出守護兒童政策啦，確保佢哋所有員工都有能力同埋信心喺協會嘅支持下履行守護兒童免受暴力嘅責任，同埋都俾咁多人知道佢哋有責任防止兒童受到傷害。佢哋都俾佢哋知道點樣去舉報呢啲事故嘅渠道。咁都有設立咗守護兒童專線啦，市民可以用 WhatsApp 電話或者電郵去查詢一啲相關嘅問題，即係例如一啲協會嘅培訓或者照顧兒童上面嘅問題。咁其實啦，佢哋作為一個 NGO，咁喺接近一個世紀嘅服務入邊呢，都喺香港方方面面提供咗唔少貢獻。即係例如最近嘅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入面呢，咁都有一啲義工工作緊急嘅暫託服務，
為被大火波及嘅兒童提供支援、暫託服務。咁佢哋都會提供一啲講座，可能講下一啲科學、育兒、親子遊戲，或者係可能一啲細路幼齒嘅一啲注意事項等等嘅。咁香港保護兒童協會喺香港兒童權益上面作咗極大嘅貢獻啦。除咗以上嘅服務，佢哋都會喺某啲有關兒童權益上面嘅議題發聲，都會以唔同方式提供市民對保護兒童權益嘅認知。喺各方面呢，上面即係保障兒童嘅福祉啦。咁其實呢，如果願意向香港保護兒童會捐款嘅話呢，咁都可以喺佢哋官網上面進行呢個網上捐贈嘅。係present結束。